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一次的临时会上午进行电付款案的联席审查，其中伫个保安委员会市府交通局所提，交通部核定补助台南市111年电动大客车的示范计划，总经费2亿6600万，将汰换38台的电动大客车，预计2030年会用达到公车全面的电动车。动公车嘛，就是为了环保嘛，哈。那我们行政院是定2030年全部的公共运输大巴士要全部对市区公车全部电动化。对，那我们台南市也是以此为目标。是。那台南市到现在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渐渐把它换成电动公车。是。到底现在我们是占了几%啊？依作报告，我们现在台南市公车417辆，目前已经上路的有57辆，正在打造当中的有56辆，这些全部换完之后，已经会大概1/4%，25%，当然每年还陆续再换。所以每年再陆续换的话，到2030年的话，它是可以达到全部电动化的一个目标。没错。好。都换成电动车。跟依作报告，像我们跑永康的5路已经全面换成电动车了。那接下来当然也会有像新辟的901、902路，就是东桥那边的出名公车，也都一开始就要求他用电动车跑，所以我们都有平衡在各个区域来更换。你知道局长回应，目前补助的38台汰换电动公车，包括行人客运的南干线20台，以及汉城客运。G9 甲 G13的支线18台，虽然部分的议员对着路线甲分配数量有一寡意见，不过交通局依照计划提出补助的申请，目前打造的就有56台电动公车，加上进前上路的57台，预计年底将达到113台，大约占全部公车的25%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